阮的祈祷，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阮的心就充满上帝你所甲阮陪伴，你的真理、你的话名，甲你的慈爱。祝福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互今仔日的礼拜，我伫大学的时阵，拄到一个影响我一世人的一个牧师，伊的名叫林宗正牧师。伊拄伫台南大专中心咧服务，伊亲像我的大哥，嘛亲像我的老师。伊改变我真侪对台湾的看法。我原本是读机械工程，我应该是做工程师。我伫台南新人医是1986年到1988年，我跟我的太太，嘛是我的同班同学陈信辉，阮两个人做伙伫1988年，阮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差派，就来到德堂。29年前，阮来到德堂，迄个时阵，即条路细细条啊，遐个厝拢是假厝啊。即马路开真大条，厝嘛起做楼仔厝，隔壁拢总是木仔埔，但是即马变做是阮德堂乡足水的公园。我坐即个所在，以前是一间真破的厝。落雨天拢会走蛇出来，但是即马变做阮足水的埕，种真侪花，四季拢会当开甲足水咧。感谢上帝恩典。所以，当我对都市的成长的背景，后来到伫庄卡，我有一个。一刹那的想法就是讲，这间教会有可能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服侍一个教会。所以，拄开始我为着要陪伴我家己真侪一个庄卡乡村的教会牧师，所以我读真侪农业的册，读真侪有关农会组织，特别是读宜林这地区，包括德堂的历史，真正这人所生活的是甚物？教育的欠缺，人口的外流。劳动力的老化，搁在社会伊的这个帮站的资金失衡，所以互这个城乡的差距愈来愈大。伫真有限的、真细间的教会，有什种的可能性会当帮助这个社区？这间教会伫民国62年，因为工业时代，兄弟拢搬去都市找工作，直到伫德堂这个所在，礼拜人数就渐渐少去。直到变成真弱小的教会，有当时礼拜剩10几个，变成真弱小的教会，一直拢无进步。曾牧师甲陈牧师两位对宣教的使命有真强烈的心，对会友的教育也真注重。因来德堂教会牧会了后，德堂教会人数渐渐加添，到即阵阮有100几个。改变常常是有阻挡，所以伫迄个中间，阮有试几项的小小的改变，包括建筑物的改变、硬体的改变。举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这个礼拜堂原本伫社区内底是，互一丛足大丛的青仔树砸掉咧，所以社区的人对这个所在行过，因拢看到一丛树甲一个埕，因的意识中间拢无看到有一间礼拜堂伫这个转角的所在。所以后来我就甲我的长老参详讲，咱的教会遮尔水，拢无人看到，安尼要安怎？伊就去安排，甲刷去边阮无甲伊撤掉，因为这丛树有伊特别的意思。当这间礼拜堂起来，牧师甲牧会友做伙种这丛树几10年的树伊留伫这个所在，伊是一个生命的记号。类似这种的改变，小小的改变，有影响真侪人。甚至阮有看见，对阮遮行过的拜拜的人，伊暗时行过看到礼拜堂内底是日加光，伊徛伫外口度等下拜拜。我想讲，这个人开咧拜礼拜堂，我后来想来想去，我感觉讲，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
师是咧讲人好道理的呢，所以牧师恁这我做好人的呢，真好啊！做一个大家庭，要来管遮吼，要来讲互遮听，是安足艰苦，啊，得足重的啊。足生活化的，咱的教会，我感想最好就是生活化。伊拢伫咧生活中来甲咱点醒，连阮妈妈都听有啊。这爱足大的智慧的人，这我听。我等我妈妈嘛等20年的，我妈妈足细咧，我嘛无硬甲拖来。阮无偌久呢。我1年尔，我年外了嘛，伊先入去你倒20年了嘛，才生的。啊，阮较紧。系啊。啊，所以阮。后来有一个家庭，因信基督教了后，因决定要做基督教的家庭。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因就有一个选择。啊，因决定要将伊的大厅，特别是迄个公阿嬷，甲以前采新明厅，迄个新明厅迄个部分，伊有想要甲伊做一个转变。啊，伫基督教叫做圣别礼拜。牧师他说：“你如果不放心他们就帮我们安排在那个教会里面。说我们既然信基督了，我们的祖先也跟我们一起信基督，这样我们心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生活方面啊，尤其生命，我们的生命灵命，最主要是生活方面，就是说要生活化，基督生活化。这个新主牌的问题，放伫教会历史馆的一个真水的这个书柜内底。啊，伫这个空间的内底，我写一句话，我甲伊讲，我将我的祖先交伫永我的上帝手中。啊，到目前为止，阮有4个家庭，对无同款的宗教信仰，伫真高龄70岁、80岁的年龄，因愿意改变因的宗教信仰。嘛真欢喜放心，将因的这种的祖先来交伫充满稳定的上帝手中。这个所在2年换一任的传道师，阮咧想，阮伫遮要做啥物？迄个时阵，阮出去看德堂乡镇有啥物物件？这个所在无图书馆，无囡仔的活动，也是会当搁寻找的物件，所以阮就开始透过公报社，甲阮募800本的册，伫遮开设德堂的社区图书室。教会的建筑有真侪小角落，拢充分咧表达一种这个教育的工具。比如讲，伫阮的壁顶，阮有写圣经内底一句话叫做“阿加佩”。阿加佩其实是所有希腊文内底咧讲4个不同层面的爱内底最神圣、最无私的，它就是爱啊。所以，阮将这个记号放伫阮的建筑物的顶端，就是要提醒所有兄弟姊妹知影讲，这间教会最重要，伊的价值是因着爱来存在。搁去国中分传单，邀请国中的囡仔来。即马当初是来遐个囡仔，拢已经真做阮教会迄落搁一代的新的，伊嘛伫遮结婚，嘛伫遮生囝。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当我们青少契的会长，那一直到我大学结束，其实牧师也给我蛮大自由的。那我本身我也觉得说，就是我还有一些创意，然后不管是去外面学回来的，还是说怎么样，就是也
会想要说，来试试看，做做看。以往就有圣诞节晚会，但是开始出节目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会跟大家说，那我们今年就来出个节目，就是演戏，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跳舞，能力够了之后就开始，那我们来就是弄个乐团。还有就是我大学之后，其实我们还有办夏令营。那办夏令营的话，当然也是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开始要策划一个活动。那其实策划活动，跟学校比较不一样的是，学校大概是就是每个人的能力大概都会有一定的程度，但是如果说到我们教会的话，就是年龄层有时候会有比较大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年纪比较小的，那就开始必须要去想说，那小的适合做什么，然后大的适合做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去安排，让那些小的也同时有参与感。那在我大概小学5、6年级的时候呢，我就被选上了少年团契的会长。像说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事工，比如说向日葵学园，然后晚上下午的永宁，甚至以前的成长营，那就是说把这些孩子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陪伴他成长，让他觉得这边很有温暖。我目前咧做的工作是中辍生，我蛮希望中辍生的工作可以跟所有多元化的这种的社会福利工作可以结合。我以前是在台湾世界展望会工作，也做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是负责在滨海地区。那时候一直都跟陈信惠牧师，我们有一起做配搭。那在92年的时候，刚好彰化县政府要推一个中辍辅导复学的方案，所以牧师就邀请我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第一份薪水是4个月之后才拿到的。可是那时候，其实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牧师常告诉我们说，就是把自己摆上，好，然后我们就想说，大不了就是我们自己来像义工这样子来做这样哈。那在学院里面，我觉得从牧师也学习很多，像比如说庄牧师是领受意向的，那执行者是陈牧师。那陈牧师总是会告诉我们说，把最好的给神，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即使没有，我们仍然去做它，好，然后去做它的时候，就看见神的恩典，就是踏出去，好，踏出去做它，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我们才去做它。我们会有这个学员，事实上，庄牧师过去他大概有分享这个在神学上的意义啦。主耶稣就是跟他的门徒说，你要让小孩到我这里来。那另外，主耶稣也讲说，你们坐在那至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一句话，我之前我在要退休的之前几年刚好学校推荐我做那个特殊优良教师那他要我写一篇，就是有一点像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去写一个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其实我就是用这一句话：你坐在那至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些孩子他们的生命在一开始就遇到一些困难，他们的不管是他们是经济或者家庭的弱势，各方面的弱势他们都是那至微小的，所以我们坐在他们身上，其实就好像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其实我本身我不太爱读书，然后我比较爱玩，所以我一年级就进来这里了。像基本的学科一定会有，只是其实在这里学的没有学校的那么完整，可能就是学校的一半。所以考的成绩如果
所以考的成绩应该也会比较高，要高一点。因为送回原校的话，其实都会被打，就是被打8折。对，然后在这里不一样的课程就是，可能学校有家政课，可是我们有拼布课，也算是一个家政课。可是就是我们会排出一个课程，然后在楼上啊，就是缝一些布料，然后我们自己做的作品这样。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可能学校会有音乐课啊、社团啊、歌唱什么的。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安排钢琴或者是爵士鼓，对，就是依我们的兴趣啦。其实我们要什么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老师讨论。然后如果老师觉得 OK 的话，就会帮我们安排，其实都是可以沟通的。如果说像是学校的话，其实老师要顾这么多学生没办法。要睡着。哎，这个是你们那一届给我们的毕业展。我国2升国3的那一年暑假，对，我来到了这所很温馨的向日葵学院。我捐了1万块。老师跟我说：“哦，你是所有毕业生第一次捐款。”我说：“我捐款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捐款，我之前所拿到的发票我全部都捐出去，因为对我来说，比起我还有更多需要的小朋友都需要这些捐款。我宝宝就是我老公算下来跟我的薪水两个加起来，我们还有剩1万块。”然后我跟我老公讨论好，讲说要把它捐出去，所以我把它捐过来了这边，让更多的学弟学妹，然后有更好的上学品质。只有读书，再读书，才会把自己的人生变得更高。这个时间经过遐尼久，有人就甲阮问讲，若是安尼。这囡仔有偌济人伫咧教会，我毋知有偌济囡仔，因已经拢出外，因有去教会无？但是，甲阮做伙做工课，这个老师、校长，后来拢诚做阮真好的会友吼。这实在是一个足特别的祝福，足特别的祝福，会当甲这个人做伙安尼。自然教会是一个心灵之家，心灵之家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让人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教会嘛。我们会把这一群孩子就看成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源头要讲到牧师他曾经到法国的那个泰泽，那泰泽是一个欧洲的一个青年的灵修营地，牧师曾经到那边去参观，在那边有参与他们的敬拜，他就发现，很多的欧洲青年，当他们在人生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他们会到这个灵修营地里面去安静，然后寻找自己未来所要走的方向。那牧师心中就有一个祷告，他说希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是人在寻找那个方向的一个家。有健康的人跟无健康的人，所有人拢会当生活在一起。我想这就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梦，但是我相信这个梦是可以完成的。为义诊开始延伸一寡工作，上界大的工作就是迄个身心障碍者的照顾。这是无尽的折磨，无尽的折磨哈。所以我是民国1995年的时候到主堂教会的到主堂教会。那我来了1、2次之后，我就决定要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回到
我的信仰里面哈，特别我需要有人喂养哈，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我需要有属灵的喂养，所以我发现说这间教会是可以满足我的。我在这里受到很多真理的教导，还有让我的心到这个教会，其实我是感受到很得接纳那种心是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而且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爱，而且有接纳的一个环境我们是很被接纳的，所以开始我们就邀请了，开始我就邀请了一些以前喜乐保育院的一些的毕业生早期的我们的朋友一些肢体障碍的朋友进到这个教会。他们讲当时的我有一点心里有一点问号，我想讲，因为我有经过足侪教会，其实因迄个年代对身障者无障碍的认捌，可能也无遮尔充足，所以当伊咧甲我讲，进教会有障碍对咱身障者是非常的方便，坐轮椅拢无障碍。包括化妆室吧，拢有障碍。当时我就真好奇，其实我的心内是咧想讲，检采这堂教会牧师，敢是甲我同款，原来是身障者吗？无哪会遮尔会去想到身障者伊伫有障碍的需求？检采可能是2个阶梯、3个阶梯，但是对阮身障者，特别是坐轮椅的来讲，迄就是一个围墙，还就是一个障碍所以当时我是抱着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我想要去这堂教会看这个牧师是不是跟我同款是身障者，所以伫迄阵我开始甲我的太太每一个礼拜拢着对婚姻的所在开车来到这堂教会，开始迄阵伫这堂教会的聚会。因为做这个身心障碍工作。延伸做即马，因有伫外面成立一个协会，爱加倍的协会内面，嘛有做真济，已经照顾200几个残障的人，真感谢上帝，这拢是上头看袂到，竟然会当安尼来发展。所以伫这1-20年来这堂教会对社区，特别对阮遮身障者有真侪的关心甲牧养，就是毋茫会当帮助阮毋嘛干那伫工作顶面会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嘛会当伫信仰成就阮真好的一个心灵之家。所以长期以来这堂教会特别得甲爱加倍嘛有真深的一个交流甲关心。甲跟进所以阮爱加倍嘛有真包括除了我以外伫每一个个月还是每礼拜嘛有一寡阮的伙伴嘛会主动来教会参与教会的聚会，所以教会对爱加倍，阮毋嘛干那伫信仰，也是伫活动顶面嘛教会嘛有真侪的支持甲帮助。教会在周间就是讲拜1到拜6，这间教会叫做一间祷告的一个礼拜堂。欧洲的礼拜堂，你进去以后，你会有一种很庄严、很安静、很神圣它的灯光都是暗暗的但是它很多的角落，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就会感觉一进到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所以有可能伊无牧师伫内底。但是24小时等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安静进来，爱到就是这个所在，跪下来也好，安静的坐着也好，他可以享受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就在他的身边。会参加这个祷告会，其实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假日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到教会，因为假日有时候因为工作，有时候因为家里的事情。然后因为孩子的事情，我可能就断断续续。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说，礼拜3晚上的时间，我是可以很弹性的。那我就说，那这个时间就让我去祷告会。结果没想到我第一次参加了祷告会之后，我就发现
我没有办法不来。为什么？因为祷告会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充足的时间跟上帝说话。我多么渴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礼拜有这样一次机会到教会来，然后也刚好梳洗完毕，有一种轻松的感觉，然后一进来就看到我们教会很特殊的奇景哦。我们那个十字下面晚上的景色是不一样哦，十字架下面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耶稣的影像，然后每次唱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耶稣复活了，对着我讲了1首、2首、3首的话，多么激励我，多么鼓励我，多么支撑我啊！所以我会想讲，教会存在上重要，伊基本上应该就是造就人，和每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伊会当成做一个有贡献、有影响、独当一面的人。28年伫德堂教会生活的过程，我感觉这个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以马内利的教会。伫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哈该书》第2章第9节，伊讲：这个礼拜堂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但是更较重要，佮落一句：上帝讲，伫这个所在我要享受平安。我感觉德堂教会是一个会当互人找到平安的所在，这个教会嘛是上帝平安充满的所在。